11月15日，至關重要的生存手段。我們中那些堅持按時祈禱的人，離不開祈禱和冥想，就像我們離不開空氣、食物或陽光一樣，因為道理是一樣的。當我們拒絕空氣、陽光或食物時，我們的身體就會難受；而當我們不進行冥想和祈禱時，我們的頭腦、我們的情感及我們的直覺就難以補充所必須的活力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76頁，第11個步驟沒有把我壓倒。與上蒼的理性接觸同與其他人理性接觸一樣，很簡單但很有意義。我可以微笑，可以傾聽，也可以原諒。與他人的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祈禱的機會，也是印證上蒼在我心中的機會。今天我可以讓自己離更大的力量近一些。我越多地發現上蒼給予他人的美好生活，我就越能肯定他的存在。